有一个查某民众伫坐台北捷运的时，伊是指控讲有坐公车的一个查甫人甲偷翕，伊讲伊要求对方甲伊翕的这影片爱抬掉。律师即马是表示，虽讲即马大家拢有手机会翕物件，这翕的部分若是无牵涉性运输偷翕，就算无安尼无牵涉刑法，也毋过讲翕无经过人的同意，嘛有侵害肖像权的记录。这样偷录别人是一件很不道德而且违法的。查某人情绪真激动，含眼睛的乘客伫捷运对视，伊规把火要求查某人把影片抬掉。没有录，而且我一定报警。你刚刚就是偷录我，我没有录，刚刚就有。不管坐一个捷运，就互人黑白偷翕。查某人过去理论，对方是一直否认，两个人一句来一句去，是玩甲真厉害。他就录影，然后是我的上半身。当下其实我没有想那么多，我就是想到他把它删掉，因为我觉得很不舒服。再加上我看到他的手机里面很多拍别的女生的照片，所以我觉得他应该是蛮惯性在做这样的一个事情。查某人出面控诉讲，第2日中到12点外，伊在中和新路线发现讲对面的查某人甲镜头对准伊，伊气甲过去下面冤家，伫列车到站了后，随落车报警察。你要走了，有的不能小看兄弟，他到时候对你到底怎么办？要不要记录他？查某人甲警方讲，在对方手机内面的相片，毋但有伊，阁有几啊个查某人正面的相片，但警方到进前，查某人都已经走去。报案人表示，目前暂不提出告诉或申诉。面对疑似涉及偷翕，警方讲会当持紧急铃，也是卡110降低正面的冲突。北捷嘛补充讲，会当用 AI 智慧客服来通报。虽然讲专案是无涉及性运输，但是有律师提醒讲，伫公共场所凊彩讲翕，可能涉及侵害肖像权。只要拍到人的任何头部或是脸，那身体部位都可能会侵害到算是肖像权，但只是差别在说未来在诉讼过程当中，你能不能连结说这个形象是你这个人。伫捷运这种场所涉及刑案的偷翕，今年到3月已经有14件，就算是无翕到私密的部位，无刑事处罚，但是律师讲，赶快会当提出民事的诉讼，要求损害赔偿。记者综合报道。